師兄怒爆容海倫啊！小人得志啊，語無倫次。第一緊張啦，唔使驚喎，第一次係緊張啲嘅，唔痛嘅。第二又驚講錯啦，嚇咩啫？你個後台咁近。第三又即係有時講咗話問問題，你唔好直接答佢啊咁。啊好咯喎，引咎你咯喎，扮咩啫？你份人根本就好直接，明明似馬海倫，又話自己似桂綸鎂，明明唱歌，唉自己聽。又話自己唱得好好聽喎，仲未夠啊！贏咗咪贏咗咯，新人應該謙虛啲，仲要串爆話工聯會點解輸啊？因為勾晒地喎。唉，容小姐似乎人類已經阻止唔到你語無倫次。正所謂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寶，阿叔出嚟啦 ！MC 兄。日以繼夜，日以繼夜，夜以。佢接受香港01訪問啊，回敬啊容小姐，叫佢咪笑得太早啊，未必笑到最後嘅。仲話容小姐小人得志啊，語無倫次喎，咪就係咯。阿叔佢寫大字啊多過你入米啦，起碼經驗豐富啊，唔會出呢啲醜先啦。陸路啊，淨係陸路啊，咁飛嗰啲你又唔控制咯喎。咁走水貨係飛走定係火車走嘅？至於阿容小姐究竟會點回應阿 MC 兄呢？冇人知，但睇怕都係嗰幾句嘅啦。選擇一，隨便你講啦。選擇二，我覺得你唔清楚多啲咯。啊，容小姐都未上任做議員就咁多失言，睇嚟呢4年立法會都應該幾精彩啦嚇。唔知 MC 兄咪同唔同意呢？咁睇落嚟啦，收皮咯！